咁今日好多謝劉生嚟接受我哋明卓會嘅訪問啦。咁都想問一問劉生，最初個傷口係點樣形成同埋持續咗幾耐㗎？個傷口咧，我上年嘅8月有傷口，因為我嗰個腳個血管唔係咁好嘅，咁變咗隻腳有啲地方可能受傷有感染，咁咧就遲咗幾個月都個傷口好越嚟越大，咁啊2-3月之後咧就決定醫生同我安排去醫院嗰度開刀，將個傷口就啲膿啊割咗去之後咧，咁但係割咗第一次之後咧，嗰個傷口復原唔到，要開第二次刀，咁啊就個形成咁樣越嚟大嘅傷口咁樣。劉先生嘅傷口咧，其實喺足部嗰個係一個動脈嘅潰瘍嚟嘅。咁動脈潰瘍嘅意思咧，就係因為佢動脈血管咧出現咗一啲問題，而導致到咧血液咧提供不足，而造成嘅一個傷口。佢個傷口表面咧有腐肉啦，已經感染咗，而且非常之痛楚。傷口咁耐都唔好咧，其實主要個原因就係因為血液供應不足啦，因為血管有問題。第二咧就係因為傷口已經感染，而且處理得唔適當。喺處理方面咧，首先我哋會同佢做清創，即係話咧將傷口上邊嘅腐肉咧清除，跟住咧我哋特別選取咗一個先進嘅敷料。而呢個敷料咧，一方面咧可以殺菌，可以幫助控制感染；而另一方面咧，亦都有鎮痛嘅功能，可以舒緩佢個痛楚。咁為咗加速傷口嘅愈合咧，初期咧我哋就用咗一個負壓機。咁負壓機主要功能咧就係將佢傷口上面污糟邋遢嘅嘢啦，同埋滲液咧係吸走嘅。咁當佢個滲液同埋感染都控制得好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一個叫做局部嘅高氧療程。目的咧就係加速溶液嘅增生。咁每次換完個傷口之後咧，我哋仲有一個光學嘅療程俾佢添。用咗以上嘅方法去處理之後咧，個傷口咧就進展得非常之順利啦。有到咯，正開頭係一個傷口唔好煩躁嘅，日日都見到個傷口就越嚟大，或者啲顏色越嚟差。咁咧用過咗2-3個星期，啲顏色靚咗啦。同埋行嗰陣時個痛楚程度自己知嘅，咁變咗你當心情好啲，梗係會快啲好咯咁樣咯。啊，同埋即係同你啲姑娘都關心我啦，咁變咗成日都 WhatsApp 有咩問題都問我啊，唔係即係話嗰個總提同我安排護理，有陣時去我星期日就算冇去睇佢，都問我點啊，劉生咁樣，都關心我啦，姑娘我哋之後咧，咁其實頭嗰1個月咧，其實好辛苦嘅，因為要處理，其實最辛苦係頭1個月咯。咁處理嗰陣時，因為處理方法同出邊唔同嘅，你哋係會用啲方法係幫我去咗啲爛肉啊、死皮啊。嗰段時間頭嗰1-2個星期就幾辛苦咯，但係就慢慢同你哋阿月姑娘同埋阿 Ryan 建立咗嗰個信任關係先啦，即係去處理我啲肉同皮嗰陣時咧，大家忍住咯。咁最辛苦係頭2-3個星期，跟住嗰3個星期之後，你哋又建議我用啲儀器啊、啲氧氣機啊、啲高壓機。咁自從咗氧氣高壓機之後，個進展就快好多啦。咁就自己一見到進展快好多之後咧，個人嘅心情好好多啦。咁後尾到咗1個月之後，我過嚟就唔使揸拐杖啊，揸普通嘅啲爬山杖就得啦，即係睇到自己行得到啦。咁變咗就同我傷口咧就冇痛。咁1個月之後就唔需要啦，咁就假日過嚟或者2日過嚟1次，咁開始進展好好啦。咁而家其實實際就係用咗4個月到，比我出邊應該快咗2-3個月咯。其實如果我出邊咁我都問過啲我自己醫生，我醫生都講係奇蹟嚟嘅喎。佢預計我9個月嘅，我醫生，佢話所以我醫生都覺得我今次嗰個處理得好好咯。我醫生都好開心啊。OK 啊，即係縮短咗好短時間。係啊，最少1半時間縮短咗。我醫生同我講，如果佢估計要9個月嘅，因為其實我隻腳因為本身個問題就我隻腳有血管問題咧，隻腳都要行得唔好。如果正常人去話應該4-5個月嘅，咁而家其實我比正常人都仲快咗，所以變咗今次自己知道之後好開心咯。咁咯。用咗適當嘅方法處理傷口之後咧，劉先生嘅傷口佢愈合嗰個時間咧，比預期係快咗1倍。朋友啦，好多謝我太太啦。咁我受傷嗰陣時，佢好擔心我。
等我喺個治理上邊咧，即係好專心去做嘢，唔使我擔心屋企啦。咁我三嫂啦，特別多咗我三嫂啦。因為其實我好少同我三嫂見面嘅，其實即係感情都即係個關係唔係成日見面。但係今次我有事去好關心我啊。因為我嫂做護士嘅，去放工走上嚟幫我洗下傷口啊。嗰陣時未同你公司做之前。因為我唔可以日日去揾護士幫我洗傷口，佢日日走上雙手，其實洗到我都唔好意思啦。即係其實原來可以，雖然我哋唔係成面，但係佢真係好關心我，好多謝佢啦。咁我家姐啦，我家姐其實開頭一個日都陪我上去嘅，即係每次都喺出邊等1個鐘頭去幫我護理啊，陪我上去地鐵姐啦，即係對我好好啊。咁每日都陪我去睇醫生啊，又好關心我，有咩需要幫我買嘢啊。咁等我喺個治療過程裏邊咧，得到好多支持咯。咁同埋即係好多啦，譬如我哥啊，我細佬其實佢個都對我好好啊。咁變咗喺個即係個心情上面咧，好多人關心我，所以亦都可能今次我自己好得咁快，主要原因咯。我醫生啦，郭文玲醫生啦，佢就好關心我，每次嚟到都問好多嘢啦，好鼓勵我啦。咁另外特別多謝阿 Vian 啦，同埋阿 Angel 啦，阿吳姑娘啦，對我傷口真係好啊。咁每一個步驟都控制得好好，所以其實今次我自己呢3-4月之後，我都周圍同朋友講嘅話，其實好多時啲嘢要同你身邊嘅人講多啲啊，同埋如果有即係我只有朋友有機會，如果有傷口咧，我都會介紹過嚟咯，同埋而家接受。